现在我就在口岸物业这一段啊。今天呢，我们看一个国门上的物业啊，想買這種的物業的，趕緊點我頭像。而家咧有個咧大概200幾個就學攞地嘅口岸上嘅物業嘅房，入門呢邊咧抽油煙機同埋爐頭基本上全新嘅嚇。而家我哋落到下邊就係我哋橫琴口岸，直情係口岸可以過澳門啊，可以辦理1000多行啦嚇，同埋每年往返澳門。而家自己住又好嚇，拎包入住出租啊都冇問題。呢度嘅月租啊大概係5000到7000蚊嚇，收租都 OK 嘅。如果係諗住細路仔讀書又好嚇，過關又好，都 OK 嘅，自住投資出租都可以㗎。呢度咧佢係獨門獨刷卡上門嘅。一個管家式嘅管理下，而家呢套房基本上咧，你係買啲大個軟裝，基本上咧家私家電全送嘅，你就係拎包入住就 OK 啦。晚黑可以睇到我哋嘅夜景，嗰邊咧就係我哋睇到澳門銀行嚇，呢度一落門咧就係我哋唔使2到3分鐘就係過到澳門啦。如果想買呢啲口岸上嘅物業嘅，就嗱唔該我吳小姐過嚟睇下呢套房啦。